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今天我们要去上海唱一场寿宴，普陀区的长寿路出发。现在阳光不错，儿子葡萄牙口水好热。弟弟宝宝来看看你啊，那个是啥个动物？呀，不对。丈母娘来03人了，你出发去上海。近在咿尺的长河，一天是俱乐部。那个名字哪熟悉的嘞？昆曲演员。潘潘，你今天要赶几个场子？3个。上海这个演完去哪里？去回苏州呀。然后苏州演完呢？然后晚上去嘉兴。那你这个妆都不用卸了哇？对呀。今天这个寿宴很热闹的，我们评弹是第一档上，第二档是昆曲演员，然后3点钟还有一个粤剧演员。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的传承人啊，曾子堂、小卡王、宜平县再传弟子刘嘉玉、高思静夫妻上台演出，掌声鼓励。好，方太太诞生福了，我儿子后悔带领下也当里3不是做我把你这一战，为不与我跪下。我是明儿相呀。你唱2分钟，昆曲已经在后场子。昆曲的演出如圆惊梦。拜拜。弟弟，爸爸妈妈走来着。爸爸妈妈。一口儿子，一欢喜。